富国新山台积电的消息，这个台积电最近呢，一直扩厂呢，一直设厂伫北中南拢有开发计划，为了好新厂房顺利通过消防的安检，台积电呢，拢咧向这炮火应用下手，各地消防人员拢去试看卖。这个知影消息的人伫讲啊，若是跳去台积电，薪水上无会使加。 差不多1倍半，那副大队长甚至会使讲到这年薪差不多350万，另外还有几百万的奖金，5年的薪水相当是消防体制内10几年的薪水，是讲薪水遮悬，身份变成消防的工程师，压力嘛真大，都真侪人呢感觉呢挡袂牢，搁转去消防局。 一通报案电话，消防员就使命必达，抵达现场。消防员工时长加上工作压力也十分大。近日传出护国神山台积电也以高年薪向他们招手，导致不少消防员纷纷出走。据经查，在农历年后，共有4名的消防人员离职转换跑道至台积电，这更代表着我们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每一个消防人员能力都相当的优秀。 点开找头路的网站，甲关键的字拍入去，真正有看到消防的课。台积电最近伫咧北中南拢有开发的计划，为着要让新的厂房顺利会用的通过安检，积极咧找人才。根据地勤人士的消息，一般的消防员薪水大概是6万，通常会加上1万9的加班费。若是跳到台积电，薪水会用的讲到原来的1.5倍。原本若是2线市的副大队长，薪水会用讲到一年350万，佮有得买100万的奖金。360万就是一个平均值，基本上是原本月薪的1.5倍起跳。但大家看的不是月薪，是3节跟奖金比较可观。消防员跳到台积电了后，大部分拢是担任消防的工程师，5年的年薪就大概是消防体制内底10多年，只是工作的压力也未少。为新协的迄边变成是送心的迄边，负责消防安检的送件，身份的转变其实嘛无你想的遐尼啊简单。也有人觉得真的蛮累的。 去面试跟最后留下来工作的大概是1/3。当初也有人为自己留后路，保留公务员的年资，只要原本的单位还愿意收，回去也不是问题。为消防员感觉无责任来离开，嘛有人为家己留后路，搁转去消防局。之前的消防员咧讲，虽然薪水是真悬，也毋过确实有袂少的压力要承担，就看你家己要安怎选。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